今日嚟同大家開箱烈慾狂火 X， 到底會唔會出金卡呢 ？Let's go！ 哦，先睇左邊，波加曼。哦，對戰圓形競技場應該係保底嚟嘅。陀羅姆 EX， 沙漠蜻蜓，超級長耳兔呢沓寶咯。好，第二沓，好似有料，我哋先收埋呢張，最後睇花舞鳥 EX， 超級噴火龍 X EX， 半可丁好多隻。好，嚟到我哋最後一包啦！原來唔係最後一包。嚟啦，未到，拉到。SL，準備3、2、1。Oh no shit！ 超級噴火龍 EX SAL 太勁啦 ！Oh my god！ 一抽入運 ，yes！ 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